大家好，又到荔枝大量上市嘅季節啦。我諗每一個廣東人都好中意食荔枝嘅，因為荔枝係我哋廣東嘅特產。今年係廣東荔枝大豐收之年，趁住佢大豐收，價格一定平啲，你一定要買多啲荔枝食啊！喺6月6號嘅下晝，6幾呢隻喺廣州海心沙係盛大開幕，展示我哋廣東唔同城市唔同品種嘅荔枝。左邊綠色多啲嘅係妃子笑，妃子笑係有少少酸嘅。咁右邊呢個鮮紅啲嘅，有丁比較尖嘅係桂味，桂味個核係細啲嘅。呢隻係流溪紅荔，我以為佢係糯米糍啊。咁呢隻就係新貴先進鳳啦，好多人都中意食嘅。佢有個膊頭咁樣一邊高一邊低。其實你會唔會好似我咁成日都分唔清荔枝品種嘅呢？喺今日嘅荔枝節上邊，所有人最好奇嘅荔枝就係呢隻新品種，佢個名叫做仙桃荔，因為佢夠晒大隻。今日嘅6幾呢隻係好多大 V 達人上台助陣荔枝嘅，我都係其中之一。咁我哋上台玩咗一個盲猜嘅遊戲，主持人俾2個荔枝俾我哋食，叫我哋食完之後投票邊一種最好食。我以為我係廣州人，我實知啦，點知呢2隻咁大嘅荔枝我食完之後我真係分唔清喎。你睇下後邊嘅顯示牌佢叫咩名？依家我手上揸住2隻荔枝，細嗰隻係妃子笑，大嗰隻就係仙桃荔啦，係咪大好多啊？然之後我搣開仙桃荔荔枝俾你睇，如果係講甜度或者係肉質呢，我個人更中意食糯米糍同埋先進鳳。仙桃荔呢隻荔枝嘅核呢係屬於中核嘅，各有各人中意。隨住我哋農業科技不斷嘅發展，每年都有新嘅荔枝品種推出。前幾年嘅荔枝新品種，我覺得係喺度鬥甜度；今年嘅荔枝新品種，我覺得佢喺度係鬥大，鬥大隻啊！咁新品種一定係比常規嘅荔枝品種貴少少嘅。你捨唔捨得買嚟食呢？唔同嘅荔枝品種成熟嘅時間係唔一樣嘅。比如話依家最多上市嘅就係妃子笑同埋桂味啦，後邊會有糯米糍、先進鳳或者係其他嘅品種啦。咁外省啲朋友呢，佢係分唔清嘅。比如話以前我有個親戚同我講，因為佢食嘅係懷枝啊，佢就講你哋啲荔枝唔係好好食啊。如果你食下糯米糍你就覺得好食啦。真的不是開玩笑的，我哋廣東嘅荔枝喺古代嘅時候已經係朝廷嘅貢品啦。而喺古代嘅時候，因為交通唔方便，佢只能夠騎馬，咁荔枝又好矜貴嘅，一定要低溫保存，所以係快馬加鞭送去京城，可能遲送1日咧都會俾皇上斬頭噶。依家有高鐵有飛機，我哋朝早喺廣東摘落嚟嘅荔枝，幾個鐘頭之後就可以送達其他城市，所有人都可以食到最新鮮嘅荔枝。我哋比當年嘅楊貴妃有口福噶。呢種斗門荔枝應該都係荔枝中嘅新貴，佢100幾蚊一斤，因為佢太貴啦，所以我行過都唔夠膽摘人哋一隻嚟食啊。佢嘅名叫做玉金球，跟住後邊係觀音綠、冰荔、先進鳳我係食過啦，水晶球，咁剩翻呢幾種我都未食過嘅。你捨唔捨得貴少少買新品種嚟嘗試呢？荔枝時節除咗食荔枝鮮果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嘅荔枝產品嘅，比如話各種各樣嘅飲料啦、點心啦，仲有荔枝蜜啦、荔枝酒、荔枝紅茶等等。蘇東坡話齋，一啖荔枝300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嶺南佳果靚荔枝，今日係閒話荔枝，多謝你嘅點讚，拜拜。